英國超級市場真係好抵買啊！今日第一篇藥物篇，小朋友返咗學之後最容易頭暈身㷫，呢一支小朋友嘅萬能藥水，無論係大小事，家庭醫生都係叫食佢噶。一般嘅撲熱息痛嚟嘅啫，3磅200一支。而家轉天氣咧就好容易攝親，感冒熱飲咧都係家中必備嘅，2磅86一盒有10包。而大人嘅退燒藥咧，當然就唔可以唔提必理痛啦，16粒裝3磅17，圍翻起港紙咧都唔使2蚊一粒。如果大家唔介意牌子嘅話咧，純粹睇成分就可以買超級市場品牌，35p 有16粒。除咗撲熱息痛之外咧，仲有 Ibuprofen 啊，亦都係35p。好多香港朋友過嚟探姆巴嘅時候咧，都會買2盒翻去鎮宅嘅。喉糖方面呢，我哋就經常買無糖嘅史納燒，4磅50咧就有36粒。團團有咳或者喉嚨痛咧就食呢種啦，3磅半一支。其實佢就冇乜藥用成分嘅，淨係有甘油同埋蔗糖，主要幫小朋友舒緩一下。毛嫲嫲平時食開嘅善存咧，喺英國買亦都係平好多噶，90粒就13磅26，60粒嘅話大概係90蚊港紙啦。香港買咧就要240幾蚊。之後咧就到一隻胃藥加維斯康，其實佢有好多款噶，其中呢一隻 Double Action 咧5磅就有24粒，香港就大概120蚊左右啦。姆巴生飛滋嘅時候咧就最中意用呢一隻漱口水噶啦，漱2-3次咧就會冇事，一支咧都唔使50蚊港紙，香港咧就真係接近貴1倍啦。我下條片咧就會再介紹一下英國抵買嘅肉類，大家記得要 follow 姆巴啊，緊貼一下格價嘅資訊。